唔同職業如何修行？會計唔好幫人做假數，逃避社會責任，可以幫人避稅，唔好幫人走稅。建築起一啲可以建設社會嘅樓。醫生六不醫，古人嘢，驕智不論於理，變態仔唔醫，輕生仲裁唔捨得俾錢唔醫，對富人要收海鮮價，衣食不能識，冇錢唔醫，醫人好攰㗎。贈醫施藥係富人嘅嘢，營營不能服藥，營養不良，長期偏食影響身體健康，要根據五行教翻佢食啲乜嘢食品，即係唔醫，要識品嚐，西醫要識埋自然療法，其實就係古法醫人。中醫除咗藥理，要識氣功、針灸同拔罐。陰陽並結，藏氣不定，即係兩邊都需要，要夠曬太陽補足翻，即係唔醫。信無不信醫，信鬼嘅嘢唔信醫，唔醫。警察、律師要識睇人，唔好幫變態仔打官司，拉錯人坐監。理書要問翻佢點解咁做。道崇尚自然，有錢貢獻翻個社會。廚房除咗煮得好食，要充分利用食材，識埋簡單嘅五行，普通人屋企煮飯一樣嘅啫。又譬如銷售，推介一啲好嘅產品俾客戶，選擇賣好嘅產品嘅公司，唔好選擇一啲人嘅質素差嘅公司。性價比比較下市場定位就知㗎啦。呢啲係角色。鍾意我嘅片嘅話，按個 like，按個 share。